大家知唔知道香港人點解咁中意去旅行？去邊度係最減壓？一年應該去幾多次呢？今日同大家分享去旅行嘅冷知識啦！科學研究普遍認為，旅行對身心健康嘅好處比單純休息大。喺香港生活節奏快，地方逼，壓力大，旅行去到新環境就可以刺激身體嘅壓力系統，幫身心重啟，同時激活大腦神經，減少患上痴呆症嘅風險。研究話，一次旅行帶嚟嘅正面效果可以維持到30至45日。至於點樣旅行最減壓？原來多次短途旅行比一年一次長途旅行更有助減壓，因為每次短途休息都可以幫大腦同身體重啟，會令情緒韌性更強。有數據指出，一年放足7次假嘅人，焦慮同抑鬱嘅風險可以減少30%。經常旅行嘅人，心臟病同埋代謝症候群風險都會低啲。去邊度最減壓？針對城市環境同幸福感等等因素，結果顯示最令人放鬆嘅城市係悉尼。最主要因為當地陽光充足同生活節奏舒服，有將近400個公園同大片綠地。第2、第3名分別係維也納同埋墨爾本。大家仲有冇其他冷知識想知道呢？記得留言話俾我哋聽啦！